俺做民主啊，也那样。甚至呢，我们说我们人道的这个众生。但不，俺就做招标是一个就近的你啦，但你就近做的，但你没那么细谁啊的啦，就近做的没那么细谁啊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呢会投身在这个人道，成为一个人，当然一开始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具有那个心事，我们具有我们的那个心缘故。那么细的个的呢，领导。但你他的那些的人，因为他的那些大大定的这个的律师有了，律的了查拉尼有的，律的查拉尼有的。那我们说我们的心事呢，那么它需要有一个所依靠的或者依赖的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呢有粗的跟细的两层。律让我等你那个做大拉呢，那。律让我去要的，但没学的哪个的话的，可能俺这爸爸跟他忙些啥了这个的，咱们跟那个些罗干呢要的这些都录说了，那拉着个那些的。那么呢，粗的这个身体呢，就是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到死亡的时候，可能呢，以我们现在的方式，大部分就是直接就火化掉了。那么在西藏呢，它可能呢就是切一切，然后就布施给那些个鸟类。总之呢，那个时候这个整个粗的这个色身它就毁坏了。但是细部的那个细分的那个色身呢，它跟心事是一起离开的。但呢，但着的，但对今天来对呢。但呢，他妈的电把家嘛的，但呢，开些的电把的，但呢，俺这我学生而已呢。但呢，学才会知道了，但呢，但呢，靠着我些个，俺通的，通的，但是我学个的，但我他看不搞完领导什么的，但是路超完的，要着啊，对今天来对呢，通我要的。那么因此呢，比如说，当死亡之后，那死亡之后呢，因为还有那个心事跟维系的那个色身，所以呢，可能在那个情况之下呢，那么有一个人，他可能可以看得到说这个人他虽然往生了，但是就看得到说堪布纳旺的他的神识好像回来了，或者他看到了那个堪布纳旺。但呢，大家拿心个，但呢，路超啊，等着的。他俺啦的呢，马总着我本来的那马晓得啊，那着我马晓用的，俺计划几嘛的你来样，他们第是个大不过大来不用过来是过的，他妈的家来过嘛的，都忙不来来过的。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比如说呢，这个人他在这一生活的时候，他身上可能有一些一个严重的伤害，比如说呢有刀伤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疤痕。结果呢，他转世了，投胎以后呢，来生呢，在他身上的某些部位呢，他也会有相应的那样的一个那个我们讲胎纹啊什么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多人有这个情况。就等你变呢，大家俺就养生用这些啊，那么多说些了咯。但是忙不些，公嘛当我嘛你不得，变没事找我要的是过。并且的刚买来的，因为国人一变知不要的是。所以举例来讲呢，就是说在西藏我们有所谓的转世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呢，常常会发现说，当你找到这个上师他的转世的时候呢，那么虽然说他出生的那个环境并不是他前一世的可能亲戚啦或者什么有任何的这个关系，但是呢，这一个出生的转世跟他上一世呢。那个形象上面呢，却是非常的相像的。对，真的，不过看些马借用不那告诉了，如果的马借用，这是借用的。甚至呢，有些就是有一些小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呢，那身上呢就有一些个伤痕等等的。今天等你呢，累了，他那你的他那把他那个了，他话的那批人的来过了，我第一个结果的。现在这个。也代表的就是说呢，我们身体有粗的跟细的这两层。死亡的时候呢，粗的身体呢它毁损了，但是维系的那个身呢，跟我们的心事呢是一起
离开，然后就再一次的去投生。这都是他的没些呢，他没些呢，甚至搞的些呢，的南西的，路差不多，냠到来边呢，的呢，不过打掐个了哇，不过掐。所以呢，比如说一个众生一个人，那么呢，他前一世死亡了以后，那么他的心事跟那维系的身形就一起，同时呢，然后就呢进入到他的来生，可能呢就成为一个小孩子。那当时的学当的当波阿帕来学，阿帕呢阿妈来学的。那么这个时候那个心事呢，他在投生的过程的时候，首先这个心事呢投入到父亲的精子中，最后呢再由父亲的精子再跟母亲的那个卵子呢结合，然后就开始有了新的生命。对，对呢，大大的南西코란的路差哇的有了哇，然后马英把差哇的有了。第差哇的当的呢，阿爸阿妈个不过就是一个就叫有了哇。第你不得怕从这哇抢到，的呢我就不得住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那个心事伴随着心事的那个维系的身，那么这个呢，跟父亲母血的那个生长的条件，整个呢结合以后呢，然后就开始形成另外一个新的胎儿身。但是第一个南西个娘的呢啦，的呢路住的路差哇的没别人呢，的呢早晚你这哇是土个嘛的，讲南西的被超了哇，这哇是土个嘛的，我让的路差哇的没有呢，怕嘛个的路住是的跟这哇是土个嘛，的这哇是嘛的的呢接哇早晚你连土个嘛的个，的路他呢差哇的有。第一个差哇的，当阿爸阿妈个不路住这个，拉挂住这个，地主住，可从这哇掐，但那也亲不掐样了。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维系的那个身的话，而单单只有这个心事的话呢，因为那个心事是更加维系的那个部分，所以呢，单单只有那个心事而没有这个身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么呢，他要入父母的那个胎，父亲母血那个胎呢，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所以他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新的投生，所以呢，这当中呢还需要有那个维系的身的那个作用，然后配合着父亲母血的那样一个能够生长的那样一个环境那个条件，所以呢才能够促成另外一个新的生命的产生。反正第一个说来，等你就像做的，阿妈个。다리칼사이수되비죠이죠 디 땡 되니 라 되니 다다 세네케 롱도 히란 통문도 와 롱도 히란 통문도 와 데데 되니 롱가 되니 세네 아무 롱데 레가시 나네 넘시 고란 다다 루차와케 레도라 디 냠도 롱 차와케 요리 디 냠도 스나니를 domdom데 되니 주보게 타는데不做说过。那当然呢，一开始成长的环境呢，就是在母亲的胎中。那么在母亲胎中呢，它是透过，就是母亲呢，她就是说她饮用各种的食物之后呢，那么转变成为一种所谓的气。那这个气呢，在科学上面它比较不讲这个部分，它就主要要讲到就是血液啦，然后营养成分的补给这样。那么呢，主要就来自于母亲的那个气。跟心事本身的那个维系的那个能力呢，然后两个互相搭配着，然后慢慢的整个胎儿的那个生命就慢慢的在成长。那大进就话偷的，那不过清楚马姐的哒，马姐的，我都进就话偷的，那我从地跑着大的，等天上的掐的是的，就话偷的。就经过这样种种的变化，最后呢，我们就出生呢，从小小的婴儿。然后呢，就随着时间不断的在改变呢，就到现在呢，就像我们每个人这样子，不同的形象，不同的产生很奇怪不同的这些现象。大东你不现在的得了啊，可是你不嘛现在这人不得呢，大东都说检查查个的，懂吧？包括的说。你不学生的呢，那是学多了。他不他马上他那个是就按照说是来的哇。但你不学生的那个人学的，可是你马上这人不是代表人呢。你个包括的说，你包括的我没把检查学巧个的是，我都就话偷。
而且呢，这样的变化呢，事实上就是一直在进行的。如果呢一个人可能生命不是很长的话，比如说很年轻就往生的话，那可能呢感觉上，他出生年轻的那个样子，跟他死亡的样子好像没有多大的改变。那如果呢这个人寿命活得够久的话呢，那就发现呢，哇，他那个老年的时候那个整个皮肤的那些个现象呢，跟他年轻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会感受到很大的差异。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个都是在表示说这些都是无常的，因为无常的关系，所以就是一直这样子在改变，在变化着。但是他的孙不跟那个说了的南西跟当绿茶话的，我说绿茶话你的怕这么叫话的，弄个那个几多的是。孙不一个是。孙不搞是，他南西我说得多了，你搞说绿的当，但是南西你怕这么叫话的，弄个那个几多的是。所以呢，在现在我们活着的这一段期间，我们之所以能够活着，这是因为呢，我们身体当中的那个气的作用，跟我们心事，气跟心这二者呢，那么结合着，一直在持续作用的缘故呢，所以这就是我们活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们这第一个重要的，你怕南西的如果你重要，你家真着我的先。但弄不好了，第二把早呢，10万的价格的，白皮说了这样的。那等到呢哪一天呢，我们身体当中的那个气跟我们心事呢，这两者呢没有办法再能够结合在一起，它形容就好像连接的那个胶水不见了呢，气跟心呢分离的那个时候呢，那就是死亡的时候。他也那样可能。他的南西的军车个嘛的话，他羊，说是来上海来听的羊接我接来的。但是呢，虽然死了，但我们的心事它并不是断灭的，不是这样子就没有了，因为呢，它还会持续的随着他自己所造的善业恶业的这个力量呢，那么它还会有持续的这个投胎转世。我不看这些因为呢，可能的军的嘛用了变得很，你知道我当。direct so tham je join ta ngma ni yo ro da join de ro ro ti join ti join choose ke jin pa join chezi ke jin ke ma the ka par de la join ro bon ro go ri ko de ni bo kan de shi ni be 所以呢，可以讲，实际上任何一种事物呢，它也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呢，只要那些因缘条件聚集呢，那么它都有这样的一个长久的相续。就好像我们看到植物、树木等等的。它也是有这样一种相续的一种延续性。对，南西洋可能个怕军切是变的，我做沙翁跟人的我原来没啥，现在这没把差的多。对，那个军切是个的呢，进行马车个part的呢了，南西真的是那大洋界呢，和我他们呢，他们part的多的是个的。那同样的，我们的心事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只要呢中间没有什么样的这种障碍中断障碍的话，所谓的中断障碍就举例来讲，就像稻米那个谷子呢，如果它没有碰到呢火烧坏的，那这个种子呢它就会持续的，你只要有适合的那个环境，它就会再成长、再结果、再继续这样。那但是中间如果有一些个这种阻断的它能够成长的那样的一个环境的话，可能呢它就没有办法再能够持续有这样的一个身形。